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在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你是配得榮耀。人活着原是要將榮耀歸你，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你是配得榮耀。人活着原是要將榮耀歸你，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你是配得榮耀。人活着原是要將榮耀歸你，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請大家仍然站立，我哋一齊低頭祈禱。父啊，我主我神，我哋嚟一齊敬拜你嘅時候，願你嘅名被高舉，願你嘅旨意成就。求你打開我哋嘅心，俾我哋能夠認識你；打開我哋眼睛，俾我哋睇見；打開我哋嘅耳朵，使我哋聽見你嘅說話。求聖靈光照我哋，幫助我哋明白主你嘅心意。我哋將今天基教主日仰望喺你手裏面，求主你賜下智慧嘅話語，好叫我哋能夠晝夜思想，亦都使用今天嘅講員高銘謙牧師，去能夠宣講主你嘅恩言，讓我哋能夠喺當中一齊默想。我哋再一次感謝你，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門。請坐。回想我哋當初信主之後，就不斷咁經歷神嘅同在，神嘅帶領，喺困難裏邊當中，佢與我哋同在。呢啲一切都係神嘅愛，讓我哋一齊頌讚、唱歌、恩典俾我哋嘅神聽。奇異恩典，何等甘甜！奇異恩典叫光滑的我夢赦免，情我失喪，現今被尋回，瞎眼得看見，望見主恩典。如此恩典，無比溫
暖，願被恩典叫初信直蒙神愛眷，願你寶貴，讓我心得安慰，是我心敬畏，是我心敬畏，縱遇危險網羅，主恩典足夠，無論幾多苦困，他全然陪着我，是我平安，使我安然度過，主恩惠抱着我不驚慌，奇異恩典滿足心田，奇妙恩光普照像紅日照臉，期盼相信，直到天地盡頭，榮美天家中與我恩主相見。奇異恩典何等甘甜，奇異恩典叫污穢的我夢赦免，情我失喪，已應今被尋回，瞎眼得看見，望見主恩典，如此恩典，無比溫暖，願被恩典叫初信直蒙神愛眷，願美寶貴，讓我心得安慰，是我心敬畏，是我心敬畏，縱遇危險網羅，主恩典足夠，無論幾多苦困，他全然陪着我，是我平安，使我安然度過，主恩惠抱着我不驚慌，奇異恩典滿足心田，奇妙恩光普照像紅日照臉，期盼相信，直到天地盡頭，榮美天家中與我恩主相見，和我所愛，共安居億萬年，重唱主口愛，讚美聲聲不斷。現在係讀經時間，經文係詩篇第一篇1至到6節，讓我哋一齊誦讀。1、2、3起。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隨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讀經完畢。我哋今日基教主日係邀請到建道中心建道神學院嘅後任院長高明謙牧師。
高銘謙牧師係建道神學院嘅後任院長，係滕近輝教席教授、聖經研究部嘅主任。今日嘅信息嘅主題係晝夜默想之福。我想請高銘謙牧師證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開心咧，能夠可以第一次嚟到呢一度同大家一齊去到崇拜上帝，去到敬拜我哋嘅真神。我哋懷住一個歡喜嘅心，因為係一個基督教教育嘅主日。喺呢一度我哋好重視上帝嘅説話，因為上帝嘅説話係我哋腳前嘅燈同埋路上嘅光。咁我哋透過禱告一同去到交託，並且咧去到謙卑接受上帝嘅道。慈悲仁愛嘅天父，多謝你俾我哋能夠一齊去到崇拜，並且領受你寶貴嘅説話。主，喺今日入邊，我哋要高舉你，去到榮耀你，並且打開我哋嘅心，領受你嘅恩言，以致我哋能夠得着生命嘅改變，幫助孩子講解你嘅説話清楚、忠誠同埋明白，讓我哋一同去到謙卑領受。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祈禱，阿門。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喺基教主日入邊一段非常之熟悉嘅一段嘅詩篇。呢篇就係詩篇嘅第一篇。詩篇嘅第一篇，我未分享之前呢，其實就要講下有兩個嘅背景嘅資料係要讓大家知道先。首先就係呢段嘅經文呢，一開頭你就會睇到有三個不嘅，係咪啊？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但係原來呢，如果你原文去到睇嚟呢，你就會發現即係叫做這人變為有福嘅呢一句，就唔應該擺喺第二節嘅結尾，應該係擺喺第一節嘅開頭嘅。亦即係話嗰個開頭呢，就唔係用不做開始嘅，嗰個開頭係用福氣又或者蒙福去到做開始。你係應該譯做翻譯，就係那人的福，又或者福氣係即係個人嘅福氣務好咁樣去到作為開始。咁所以呢一段嘅經文係講福氣嘅，而唔係講三個不咁簡單。所以個焦點係擺喺個福嘅嗰度。咁呢個係第一個嘅背景，係要讓大家知道嘅。第二樣嘅資料就係原來成篇嘅詩篇呢，係不斷咁樣去到對比義人同埋惡人到底係點樣。咁主要係有三個嘅段落同大家一齊去到思想。第一個嘅段落就係第一到第二節，就係所在呢一個嘅導向，亦即係嗰個介詞就係在呢一個嘅介詞呢，係總共出現好多次。佢喺度説明義人同埋惡人嘅分別，就係在於佢在邊一度啦。義人在邊一度，惡人在邊一度。第二就係第三到第四節，就係像啲乜嘢嘢，惡人似啲乜嘢嘢，義人又似啲乜嘢嘢。當你今日聽到嘅時候呢，就唔需要望隔離似啲乜嘢嘢，你就只需要呢去到望下自己似啲乜嘢嘢就得啦。好啦，咁第三呢，就係所向，亦即係惡人嘅道路，佢係步向一個乜嘢嘅方向？義人嘅道路又係點樣嘅方向？咁所以三點就係透過所在、所像同埋所向呢，就同大家講下義人同埋惡人嘅分別，從而你係要選擇成為義人，獲取到嗰個福氣，而係拒絕惡人嗰個嘅道路。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就同大家一齊去到睇睇第一點啦，就係所在。所在嘅經文嗰個在字，你見我用紅色 highlight 咧，係總共出現好多次，特別我喺度 highlight 咗6次俾大家望一望。呢6次咧好公平嘅，就係義人咧係有3次，惡人咧亦都有3次。咁係就俾大家睇一睇。首先咧，你會見到第一節就係講緊那人的福啊嘛，我哋頭先提到嘅。你睇翻原文，你就會發現嗰個那人嗰個人字咧，其實係單數嘅。但係如果我哋睇嗰個嘅惡人嗰邊嘅時候，你見我喺原文直譯就擺咗喺個熒光幕，你就會見到全部都係眾數嘅，係咪啊？惡人們、罪人們、
縱褻慢者，全部都係一堆人嚟嘅，簡直就係犯罪集團，係咪啊？即係全部都係惡人啦！喺你面前掩掩樣樣啦！又或者咧，成堆人咧就係集體行惡啦。但係呢一個嘅對比好明顯，就係蒙福嘅人就只有幾多個啊？一個。即係話單數對眾數嘅對比，令我哋感覺真係好孤單喎！真係做好嘢嗰啲人呢，就只有一個。但係你唔緊要，因為全部冚唪唥嗰啲嘅惡人呢，都係冇辦法蒙到上帝嘅福氣。唯有你係有一個真係有一個極度嘅堅持，堅持行善嘅一個嘅義人呢，你就係獲取到上帝嘅福氣。首先我哋睇睇惡人嗰一邊先。惡人呢就有三個在，係咪？分別就係在、計謀，然後道路，跟住就係座位。咁呢三個名詞呢，好明顯就係一種叫做漸進式啦。假設你有一個嘅後生仔，佢就行下街呢，行下嘅時候見到一條冷巷，受到有啲嘅誘惑，然後你就企喺度望下啦，望下，咁你就抵受唔到嗰個誘惑，跟住就行埋落去，然後就坐埋落去啦。大家聽到就係行走，然後就站立，跟住就坐埋落去，咁就係一個漸進式，以致佢就泥足深陷，慢慢咁樣去到墮落萬丈深淵。咁呢一個就係名詞。然後我哋睇動詞，動詞呢就係不從惡人的計謀，嗰個從字呢應該係解做行走，然後就站立罪人嘅道路，跟住就坐埋落去。咁變咗，你會發現好多時嗰個冇事，我倒轉咗，應該係嗰個而家講緊個名詞嚇，就係講緊嗰個計謀、道路同埋座位。計謀咧，應該你犯罪之前係有個 idea 噶嘛，即係有個嘅計謀，然後你由嗰個嘅計謀行出嚟嘅話咧，就係道路啦，係咪？然後就坐埋落去咧，就代表成為你嘅習慣啊，成為你嘅生活方式。咁變咗，你會發現無論係動詞行走、站立同埋坐下，同埋名詞咧，就係計謀、道路同埋座位咧，就係一步步咁樣即係落去。我哋都會知道，我哋作為基督徒咧，好多時都係唔會一步到位犯一啲好嚴重嘅罪噶嘛。總係會點咧？就係陰啲嘅，係咪啊？即係嗰度有一啲，嗰度有妥協一啲，嗰度有受到誘惑一啲，慢慢咁樣咧，就犯咗一個嘅大罪㗎啦。咁就好似咧，有一個嘅弟兄啦，佢本身咧，放心，呢位弟兄唔係呢間教會嚇，即係有一位弟兄啦，佢就即係敬拜隊嚟嘅，佢都幾靚仔㗎喎，歌喉又好啦，咁所以常常去到同一班嘅弟兄姊妹去到練歌嘅時候咧，咁佢就慢慢就會練到好嘢。練到好嘢，咁就常常咧就會同一個司琴姐姐咧一齊去到走。呢位弟兄咧已經有老婆㗎啦。咁但係咧就完咗嗰個聚會，完咗個嘅練歌，咁佢常常就同嗰位嘅姊妹一齊行啦。然後咧就會就去到一笪嘅地方，咁亦都係常常幫襯，就係食糖水，就然後就企喺度啦。跟住就坐埋落去咯喎，係嘛？咁坐埋落去嘅時候就一齊食糖水啦、交流啦、傾偈啦。已經有一位嘅弟兄奉勸佢，不如咁啦，你練完歌，不如早啲翻屋企啦，好冇？咁佢有即係有個高度嘅反應，就係話你當我係乜嘢？我冇嘢喎，即係我冇乜都冇啊咁樣。咁其實冇嘢嗰啲咧，其實係有嘢嘅，其實咁。咁你就一步步行落去嘅時候咧，就同嗰個姊妹去到傾偈，傾公事咧，就傾下，就傾呢一個嘅心事。傾完心事就傾私事，係咪啊？跟住落去咧就係大件事啦嚇。咁就產生呢一個叫做婚外情，係嘛？同樣地都係嘅。我問下大家，同一個姊妹行走有冇犯罪先？冇啊。一齊食糖水咧？冇啊。食糖水係咪一個罪？唔係啊。傾偈有冇問題？應該都冇。但係你會發現有時嗰種罪咧，就係你一步一步咁樣，你係知道嘅，你慢慢培養咗感情，以致你咧能夠可以即係去到嗰個嘅地步。咁變咗，我哋會發現犯罪嘅歷程咧，都係咁樣嘅歷程。但係點樣去到防止有個咁樣嘅情況？就係去到義人嘅嗰一邊啦。
義人呢係相對比較簡單，亦即係嗰三個在，其中有兩個呢，嗰個焦點係擺喺嗰個律法啊，見唔見到個律法嗰個字係總共出現2次咁多，喺和合本入邊淨係出現1次，但係原文睇嚟係2次，係用咗2個唔同嘅動詞去到對待耶和華嘅律法。第一個嘅動詞就係喜愛啊！今日基教主日，你一定係要喜愛嘅。喜愛咩呢？就係喜愛耶和華嘅律法。啊，第二個動詞就係晝夜默想，係咪？嗱，喜愛咧其實係解做搭堂咁樣嘅意思。啊，你望住隔離你嘅老公，你覺唔覺得佢搭堂啊？即係你望下佢。啊，如果你望住佢，你個老婆覺得搭堂咧，你就要用呢一種咁樣嘅喜愛，就係同樣地去到對待耶和華嘅律法啦。啊，咁呢個係19篇嘅詩篇咧，我哋亦都讀過嘅喎。啊，因為19篇嘅詩篇，佢係用咗2個嘅物質去到對比耶和華嘅律法嘅喜愛。啊，就係因為佢話耶和華嘅律法咧，要喜愛到一個嘅地步，係比金子係可羨慕。大家有冇聽過？且比蜂房下滴的蜜係可羨慕。咁所以你有見到有2個物質，就係黃金。大家中唔中意黃金啊？啊，我見好多人岌頭啊。咁其實咧，你如果岌頭嘅話咧，今日基教主日就提醒你啦，就係原來你要喜愛耶和華嘅律法嗰個程度係要高過嗰啲嘅黃金。啊，第二咧就係蜂房下滴的蜜，因為迦南地嘅出產就應該有蜜糖啦嚇，同埋呢一個嘅牛奶與蜜啊嘛，係咪啊？咁呢一個嘅甜嘅程度都係好食啊！但係你要喜愛嗰個耶和華嘅律法，搭糖到一個嘅地步，就係即係比嗰個蜂房下滴的蜜係更加甘甜。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嘅動詞。嗱，第二個動詞咧就係晝夜默想，係咪？啊，默想咧唔講大家唔知，原來呢一隻嘅希伯來文咧係可以解做2個動物嘅叫聲嘅喎。啊，第一個嘅動物就叫做獅子，獅子嘅咆哮聲其實就係叫做默想啦。啊，第二就係白鴿嘅咕咕聲，大家有冇聽過白鴿係識得咕咕咕咕咕咕呢一隻聲啊？啊，咁其實呢個咕咕聲咧係用嚟形容默想，你覺唔覺覺得好奇怪咧？啊，所以你望下隔離嗰位弟兄，如果佢係到默想上帝嘅説話，佢其實喺度咕咕啊咕咕啊，佢其實係用緊呢把聲㗎嚇咁啊。咁點解要用呢把聲去到用嚟形容一個人嘅默想咧？其實佢意思就係講緊白鴿係自然發出嗰啲咕咕聲，獅子係自然發出嗰個咆哮聲。咁所以義人肯定一定係晝夜點啊默想上帝嘅説話，唔使審噶啦。咁所以呢個係義人嘅特徵啊，就好似嗰啲嘅動物自然嘅叫聲一樣。咁去到第3節，你就會發現呢挺人呢就能夠可以按照他的時間，亦即係神嘅時間呢，去到結出果子，成為一個強烈嘅對比，叫我哋去到選取究竟成為惡人啦，定係成為嗰個義人啊？話時話，其實成為義人係相對幾夠簡單，有一個清晰嘅焦點，嗰個焦點就係上帝嘅説話。耶和華嘅律法，所以今日完咗之後咧，你要攬住聖經瞓噶啦嚇，咁就一齊咧去到思想上帝嘅説話。咁呢個係第一點，我哋留意。所以冇上主學嗰啲咧要上噶啦，如果唔係分分鐘成為惡人噶啦，係咪啊？啊，咁你就要一齊咧去到即係去到愛慕上帝嘅説話。咁呢個係第一點，我哋會留意。好啦，第二就係似啲乜嘢嘢？你見過個熒光幕咧？像啲乜嘢嘢？義人嗰度係有4句，惡人咧淨係得1句，所以我哋處理咗惡人先。啊，首先惡人像啲乜嘢嘢？惡人係像糠秕被風吹散。乜嘢叫做糠秕咧？其實就等於以前古代農作物打麥子嗰度，咁你就攞住個筲箕，上面有好多嘅麥子，但係有好多碎濕濕嘅糠秕。咁你點樣去到分割麥子同埋糠秕咧？你就讓嗰個麥子咧向天揚起，然後一陣風吹過，咁嗰啲嘅比較重嘅麥子就跌落嗰個筲箕，比較輕嘅糠秕咧就被風吹散，係咪咁樣樣？嗱，咁變咗呢一個嘅圖像係用嚟形容惡人，形容惡人咧對比嗰個義人係一棵樹有根嘅話咧，就代表嗰個惡人其實係沒有根啊，冇根嘅，同埋佢係冇用嘅。啊！並且係揚起天來掩掩揚揚咧，就睇落去真係即係巴巴閉閉咁嘅。啊！但係實質咧，佢就一下子就點啊？
被風吹散，歸於虛空，並且歸於無有。咁呢一個就係惡人嘅特徵，佢係出現片時就不見了嘅，並且沒有根。就算好沙塵都好，但係佢嗰個嘅結局係會終於滅亡同埋冇用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嘅像啦。咁所以呢，像堪比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但係義人就好唔同，義人係有四句嘅形容去到形容佢哋似啲乜。第一就係似一棵樹，而呢棵樹你見過翻譯係應該係被種植嘅一棵樹，種植係被動詞，即係代表耶和華去到種植你啦。咁跟住種植喺邊呢？和合本就話譯做溪水旁。如果你睇翻嗰個叫做介詞，就應該譯做溪水以上。如果溪水以上，咁你就知道嗰個根就唔係喺溪水嘅旁邊啦，而係直接插入去嗰個嘅溪水上面，係直接由嗰個溪水入邊吸取所有嘅水分同埋養分。咁呢個好比喻一個晝夜思想耶和華嘅一個弟兄姊妹，佢嗰個嘅養分係直接由嗰個聖經入邊去到吸收翻嚟嘅。所以個秘訣唔喺泥土嘅上面，個秘訣係泥土嘅下面，深深找住嗰個泥土，以致你能夠可以由上帝嘅説話入邊去到吸取嗰個養分。咁變咗有乜嘢嘅效果呢？嗰個效果就係結出果子，並且係按時候結出果子。按時候即係代表，就算嗰啲嘅環境係有啲叫做得時不得時啦，得時可能真係好嘅落雨，又或者係風和日麗嘅日子都好，但係亦都好緊要，就係一啲叫做好大嘅挑戰，有苦難，有暴風雨，亦都有呢個沙塵暴嚟到都好，你都必定係能夠按時候結果子。就算係一個苦難臨到，你都發現某個弟兄咧，成棵樹咁樣嘅樣，即係唔係咁樣嘅款啊？咁變咗咧，佢能夠結出嗰個果子，就係哇！點解你有苦難嘅時候都咁喜樂嘅咧？喜樂嘅果子點解你危難當中咁有信心嘅咧？又或者佢成個人咧，就算人哋對佢惡言相向，但係佢仍然咧都係以善勝惡嘅咧？咁惡劣嘅環境仍然結出，其實個秘訣就唔係佢特別靚仔喎，而係因為佢就係晝夜思想耶和華嘅説話。咁我認識一位嘅姊妹啦，佢本身佢已經過咗身，但係佢咧就好不幸，就一發現就原來有第4期嘅胰臟癌啦。一發現嘅時候咧，就已經醫生就同佢講，你就剩翻3個月嘅時間。咁呢個簡直就係晴天霹靂，係咪？係一個咁樣嘅即係不幸嘅消息。呢個不幸嘅消息咧，佢聽到剩翻自己有3個月嘅日子，佢就毅然就同上帝去到祈禱。佢就話：我有3個月之後咧，就要去見你噶啦。咁倒不如就好好利用呢3個月，能夠可以成為別人嘅祝福，能夠可以祝福別人，即係佢有個咁樣嘅心志。佢係一個晝夜思想耶和華説話、愛慕上帝説話嘅一位嘅姊妹。咁有一日，佢因為一個嘅併發症，咁所以 call 咗白車入咗醫院。入到嗰個 ward 入邊咧，佢就原來發現就成個病房都係一啲癌症嘅病人嚟嘅。即係個個都真係好痛苦，又或者好低氣壓。咁但係嗰一晚咧，佢就瞓喺病床入邊，佢就既然同上帝立咗一個志向。咁所以佢就不斷咧去到關心佢隔離嗰啲嘅病友喎，又關心佢啦，又話要為佢祈禱啦，又話要笑容滿面啦，又請啲嘢俾佢食啦之類嗰啲啦。咁搞到咧好似真係成個愁雲慘霧嘅病房，就突然之間咧就滿有愛心同埋喜樂喎。而喺嗰一晚佢就總共係帶咗3個人信主。嗰晚帶咗3個人信主，佢想成為人哋嘅祝福。我哋就必須要問，即係一個問題咯。個問題就係點解一個人喺一個危難入邊仍然有嗰種嘅生命力嗰種結出果子嘅生命力？其實個秘訣嗰個力量嘅來源，其實就係耶和華嘅律法、耶和華嘅思想同埋佢嘅話語成為你嘅指引同埋你嘅力量嘅方向。咁呢個係第2點，就係所像似啲乜嘢嘢係在乎你嘅根部擺喺邊一度，亦都在乎你願唔願意扎根佢嗰個嘅溪水上面。咁呢個係第2點，我哋會發現啦。好啦，跟住就最後啦。
最後就係所向。第5到第6節，佢就咁樣講，就話因此惡人們不會在判斷當中去到起來啊！呢個翻譯同和合本有啲嘅唔同。佢係和合本譯做惡人們必不在神嘅審判當中站立得住，亦即係和合本嗰個翻譯係用站立，但係你見呢一個嘅熒光幕，佢個翻譯就唔係站立，就係起來。其實好有意思，因為佢連企都企唔到啊！連起來都起來唔到，就何須就談呢一個嘅站立啊？咁所以在上帝嘅審判當中，亦即係話，無論惡人到底係點樣樣都好，佢就必須係面對上帝嘅審判。上帝嘅審判唔係一個或然率，上帝嘅審判係一個確定嘅未來。無論佢點樣樣係做行惡都好，甚至佢行惡去到詆毀你都好，你就必須去到確定上帝一定點啊？一定對佢有審判。不過時辰未到咁解嘅啫。但係一定咧係不能夠喺審判當中起來。呢個係第5節。第6節佢係用咗兩個嘅道路去到對比惡人同埋義人嘅道路到底係點？惡人嘅道路係點呢？我哋會發現就只有講咗佢嘅終局，嗰個終局就係必定點啊？滅亡。你唔知義人點樣行嗰條嘅道路，我諗大家都知，可能都係嘅。義人就係打橫行噶嘛，係咪啊？打直行又好，打斜行又好，點行都好，行得好順利都好，無論點行都好，佢嘅道路嘅方向一定係滅亡嘅。但係義人就唔同。義人嘅道路，佢淨係講咗上帝係不斷又深深認識咁樣樣呢個義人嘅道路，所以可能你行呢條嘅道路好多嘅委屈，又或者好多嘅即係嘅難處，但係主知道主知道你嘅道路，並且主係會報答你嘅即係辛勞一種咁樣嘅情況。我喺上年嘅12月啦，就去咗跟咗一個團啦。就係一個叫做希土團啊，亦即係希臘同埋土耳其。咁你去到希土係，即係去到土耳其嗰陣時咧，咁呢個團就一定要去嗰啲啟示錄7教會噶嘛，係咪啊？咩士每拿啊、以弗所啊、別迦摩啊、推亞推拉啊嗰啲嘅教會啦。咁就有一次就去到別迦摩呢一個嘅古城入邊。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個嘅啟示錄，你就會發現別迦摩嘅教會有一個咁樣嘅形容，就係別迦摩呢一笪嘅地方就係有撒但的座位喺嗰度並且嗰度嗰啲嘅信徒亦都好忠心，就算有個撒但嘅座位大家聽到啦，撒但的座位係咪好邪啊？坐喺度噶噃咁其實係講緊乜呢？就係講緊呢個古城入邊嘅有一個嘅殿啊，嗰個殿叫做宙斯殿。你見到嗰個熒光幕就有宙斯殿重構嘅圖，大家見唔見到啊？佢個樣似唔似一個座位啊？係咪？即係兩個病咧坐喺度咧你似啦，都係似嘅，係啊。咁你就即係坐喺度。咁所以咧，好多嘅學者覺得啟示錄所指嘅撒但嘅座位，其實就係指呢個宙斯嘅殿。佢直情覺得咧，宙斯呢個希臘最高嘅眾神明之首咧，其實係一個撒但嚟嘅。其實咁我就好想去呢個別迦摩啦，望一望呢個所謂嘅撒但嘅座位到底係點啦，感受下呢個城市到底係點咧。我就發現原來喺嗰個遺址嗰度咧，成個遺址就剷平咗啦。咁呢幅相係我影嘅，見唔見到剩翻2棵樹啊？剩翻啲樓梯，見唔見到啲樓梯？而嗰個嘅殿咧就完全冇咗啦。咁我就問下人究竟去咗邊啦？呢個殿佢就話咧，俾德國嘅考古學家搬咗去啦，咁樣搬咗去德國啊。所以你去德國柏林咧，睇到好多嘢噶，成個巴比倫城嘅城牆都睇到啊。所以你發現德國嗰啲人咧搬好多嘢走嘅。其實好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嘅即係我睇到呢塊嘅空地咧，我就覺得好有感受。就係昔日香火鼎盛嘅撒但嘅座位，係咪？嗰啲嘅惡人咧，掩掩揚揚、招招積積，係咪啊？即係好多對基督徒嘅打壓啦，又或者咧，你嗰個聖殿係非常之宏偉，就算幾宏偉都好，
最終都會點啊？夷為平地，化為虛空。呢一個就係我睇到嗰個實況，就係呢個西就話俾你聽，其實佢就已經剷咗成為一個平地，就提醒我哋每一個，其實惡人係一定會點㗎？係會滅亡。所以既然呢個係一定會有嗰個嘅方向，我哋就千祈見到佢嘅未來之後，你就打死啊，都唔會成為惡人，係咪？你就一定成為義人，即係話一個基督徒，你信緊一個乜嘢嘅未來，係決定你而家應該點樣揀嘅，係咪啊？你如果信緊嗰個未來係一定真係唔掂嘅，你一定唔會行嗰條路，你一定會行呢條路，就算呢條路幾咁艱辛都好。就好似耶穌講，一條路係闊門嚟嘅，一條係進窄門，係咪啊？就算係進窄門都好，你都千祈唔好被誘惑去到嗰度，因為你知道個終局係真係唔少嘢嘅，個終局係唔同。咁你嘅終末論係決定你嘅當下嘅倫理觀，呢個係緊嘅。就好似我每日都係我住屯門啦，大家知邊度叫屯門啊？香港啊，我講緊就係咧，就係我常讓咧見到神學院咧，其實就喺長洲嘅，係啊。咁我每一日都係搭車搭船嘅，咁啊由呢個屯門啦搭車去中環碼頭啦，就係坐一架嘅巴士咧，就叫做961嘅。咁嗰架巴士好快，即係8個字度咧，就能夠去到嗰個中環碼頭噶啦。咁如果得閒你入嚟長洲咧，你就即係可以上下嚟見到啦。嗰度嗰個牌坊咧，24小時免費開放啦。咁你入去咧可以望到無敵大海景。咁啊記住咧，喺樓下買埋個芒果糯米糍上嚟食啦。咁係一個幾好嘅環境，係造就神學生嘅地方。不過即係我每日嘅翻工咧，就落去個巴士站就一定咧係要打開嗰個九巴嘅 Apps 咧，望一望嗰個961係幾點嚟㗎嘛。咁如果佢話剩翻2分鐘，你等唔等先？係等嘅，因為你信係咪啊？信嗰架961一定會嚟，你先等。如果你唔信，你望到覺得嗰個 Apps 係 fake 你嘅，咁你就一定會變節搭輕鐵㗎啦，係咪啊？咁你係信嗰個未來嚟啊，定係唔信嗰個未來嚟？係決定你而家做緊啲乜嘅，係咪？正如你信緊嗰個惡人必定滅亡，你係決定你應該要做義人嘅。咁只不過我哋而家咧係冇一個 Apps 話你知主再來係幾時嘅啫。主再來像賊一樣，我哋都知嘅。咁啊祈求主咧，俾我哋每時每刻都係預備得好，去到成為嗰個嘅義人，拒絕成為嗰個惡人。個秘訣咁就要去主日學啦。咁我講真嘅。真係嘅，愛慕上帝嘅説話，讓佢嘅説話成為你生命嘅權威、指引同埋方向。有啲嘢，上帝嘅説話提醒你，你點都唔做得嘅嗰啲嘢。有啲嘢，你係平時冇做，你係快跑真係要去做嘅。如果你發現有一種嘅罪，慢慢蠶食緊你嘅生命，陰啲墮落緊嘅時候，你就立定心志，就斷絕同嗰個人嘅來往，然後真係打開一本聖經望多啲。祈求主幫助我哋咧，選擇良善，拒絕行惡。特別係一個真係歪曲悖謬嘅世代，似是而非嘅時代。我哋更加需要去到焦點擺喺上帝嘅説話入邊。我哋一齊有個祈禱，去到仰望慈悲仁愛嘅天父，多謝你透過今日嘅經文，重新教導同埋幫助我哋，讓我哋所在就係作為一個嘅人，作為一個義人，我哋決定真係唔在嗰啲惡人嘅計謀、道路同埋座位嗰度，但係在耶和華嘅律法嗰度。主，我哋每一個都好想像一棵樹扎根喺你嘅溪水嘅旁邊，嗰個以上。最後祈求主，你俾我哋堅定地步向義人嘅道路，係拒絕成為嗰個嘅惡人。求主幫助帶領，幫助加能賜力俾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祈禱，阿門。
多謝高永謙牧師正道。而家落嚟嘅時間係以勒團契唱呢個回應詩歌，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吸取這愛，綻放色彩。當失腳遇困苦，你應許沒變改，令我深深感應到，神大愛心廣似海。賜下厚愛，供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彩，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為着謙卑心靈讚頌你愛，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渡過寒夜。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因光照我荒野，許多咒詛靠着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你在背後賜下厚愛，供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彩，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着謙卑心靈讚頌你愛。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渡過寒夜。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因光照我荒野，許多咒詛靠着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渡過寒夜。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因光照我荒野，許多咒詛靠着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好多謝以勒團嘅弟兄姊妹嚇。今日因為助道月嘅一個月份，所以咧就有唔同團契小組去當中去參與崇拜唔同嘅環節。好，跟住咧我哋呢個環節咧就係為着基教部嘅事工美浸基教部嘅事工去有禱告嘅。咁大家見到呢啲相唔係通緝嘅人啊，係啦，係我哋近年即係有份去
喺教會入邊去帶領主日學、帶領基教嘅侍奉嘅弟兄姊妹你哋都熟口熟面㗎啦，相信都係咁亦都每一季都有唔同嘅學生去參與，相信當中都有唔同嘅弟兄姊妹咁咧就部長吩咐我咁咧就我哋都有呢少少時間，我哋去為基教部嘅事工老師同埋學生禱告我哋同心低頭有個禱告。滿有恩慈嘅天父上帝，多謝你賜下聖言，賜下你嘅律法俾我哋去遵守。我哋都係一班蒙福嘅人，因為我哋有法可依，以使得我哋行事為人，我哋有主嘅帶領。多謝你俾我哋由信主到現在，我哋有聖經去誦讀，新舊約聖經好豐富嘅信息，當中亦都蘊含基督教信仰2000多年嘅歷史。主啊，喺歷史嘅長河入邊，幫助我哋扎根喺你嘅説話當中。主啊，你賜過俾美浸，我哋有好好嘅老師，好好嘅資源。求主你當中親自去加力俾呢班老師，佢哋要備課，佢哋要把最好嘅獻呈俾主你，獻呈俾美浸嘅信徒。主啊，你就恩待佢哋，幫助佢哋喺備課嘅過程入邊，去教導嘅過程入邊，你與佢哋同行。主啊，以使得佢哋過程入邊，佢哋唔係孤單，佢哋就係同上帝一同去同行嘅時候，經歷嗰種穩妥。主啊，亦都賜福俾一班用心去上堂嘅學生。主啊，你當中親自去幫助佢哋專心去上堂，亦都有聖經嘅學習、神學信息嘅反省嘅時候，俾佢哋能夠學以致用，喺生活當中做一個義人，拒絕做一個惡人。主啊，你嘅靈親自去澆灌美浸入邊老師、學生，佢哋一同得着呢個信仰嘅好處，以使得佢哋可以喺生活當中去榮耀上帝你，去造就身邊嘅人。繼續賜福俾美浸唔同嘅季度都有唔同嘅呢啲安排，亦都俾基教部嘅行政人員佢哋嘅侍奉團隊一同去努力嘅時候，我哋就能夠各按各職，建立基督嘅身體，榮耀主嘅聖名。多謝你俾我哋有基教部，多謝你俾我哋有服侍嘅團隊。聽我哋眾人有聲無聲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以下係團契介紹。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個名係 Danson， 係今年以勒團嘅團長。剛才頭先大家聽到我哋一首歌係神是我這新供應者，當中係同我哋嘅團契以勒團有一個密切嘅關係。耶和華神必預備，必供應。我哋深信喺我哋團契裏邊，每位弟兄姊妹都深信神供應我哋每一天嘅需要，同埋帶領我哋走過我哋每一天。我哋嘅團友，大家頭先都睇到我哋個人嘅面孔。我哋年齡唔講啦，咁我哋就係有一啲弟兄姊妹已經退咗休，有啲將近退休，亦都有啲仍然繼續工作。團契裏邊有一部分嘅弟兄姊妹，有一班已經成長咗嘅兒女，佢都出嚟做咗好幾年嘢，亦都有一啲弟兄姊妹嘅兒女，佢哋係仍然喺求學階段。以勒團契嘅聚會時間通常喺每個月嘅第4個禮拜六，我哋有由6點開始有 potluck， 我哋7點有祈禱嘅時間，7點半開始。我哋今年有3個職員，包括我自己。咁我哋今年嘅以勒團嘅主題係無忘初心，愛神愛人。上半年我哋用咗做咗幾個 program 去大家學習點樣去愛神愛人，亦都有張永生牧師同埋Pastor Dennis 喺當中同我哋有分享當中嘅信息。嚟緊下半年
我哋可以summer啦，我哋開始有少少輕鬆啲嘅 program。7月嘅25號，即係第4個禮拜六，我哋有barbecue， 亦都有 gym night。我哋10月有 outing， 9月亦都有個 Bible quiz Bible quiz。希望大家喺呢個時間，我哋都有多啲閱讀聖經，多啲閱讀神嘅話語，亦都多啲喺當中去更加愛人愛神。我哋有以勒團有2個小組，一組係 Alpha 小組，一組係Andy 小組嚇。咁咧2個小組有少少唔同。Alpha 小組咧會係通常會喺網上去聚會，但係佢一年都有幾次嘅實體聚會。Andy 小組咧通常我哋都會係以實體進行。通常嘅地點係喺佢哋嘅家中啦，或者喺唔同弟兄姊妹家中，而團契就反為喺500號房。咁以下落嚟，我想麻煩 AV 弟兄同我放一個少少嘅 video， 關於我哋以勒團契。呢個係我哋嘅 logo。我哋今年嘅主題係無忘初心，愛神愛人。我哋嘅團訓係羅馬書12章1至2節，大家都好熟悉。呢個係 Alpha 小組裏邊嘅成員。小組嘅形式比較 close， 比較密切，所以有唔同形式嘅聚會。呢個係 Andy 小組。我哋有夏日嘅 barbecue， 我哋一齊去輕鬆嘅時間都唔係次次都係好查經嘅。我哋嚟過去嘅5月，我哋有一個退休營，去學習愛神愛人。張牧師都喺我哋當中，張永新牧師喺我哋當中，亦都去同我哋領咗個營火會，獻心營火會，都俾我哋信息。呢啲係我哋恆常參與以勒團契嘅弟兄姊妹當中，我哋都有好大嘅得着，都多謝張牧師。呢幅相幾靚但係我哋將呢恩典係傳祝福係榮耀歸於神。我喺度特別多謝以勒團嘅每一位弟兄姊妹，佢哋嘅參與同埋鼓勵，都係對團契嘅支持。咁我希望喺嚟緊日子裏邊，我哋都見到，如果你喺而家呢個階段，你覺得你係適合喺以勒團裏邊同我哋一齊嘅去學習愛神愛人，亦都一齊去經歷耶和華以勒，耶和華神必預備。歡迎大家喺以勒團嚟到去參加，多謝大家。多謝以勒團嘅團長Danson， 佢喺當中介紹嘅團契，我都係佢嘅團契嘅成員之一。咁我哋一齊低頭為奉獻祈禱。慈愛天父，感謝你供應我哋日常嘅需要，感謝你帶領我哋能夠有呢個工作嘅能力，亦都感謝你俾我哋有侍奉嘅方向。我哋甘心樂意嘅擺上，我哋甘心樂意嘅奉獻，求主你悅納我哋嘅信心嘅奉獻，教導我哋成為忠心嘅管家，擴展神嘅國度，使更多人嘅認識你。我哋能夠喺當中讚美你、感謝你。我哋感恩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門。以下時間請張永新牧師。好，喺關心家裏邊嘅事之先呢，想歡迎新朋友嘅，我都要首先歡迎高銘謙牧師高 Sir， 係俾掌聲佢，係啦，紀念佢呢10多日2個禮拜喺多倫多嘅服侍應該我理解就係4個字形容，馬不停蹄辛勞。咁我亦都紀念佢嘅服侍啦，因為佢都即係舟車勞頓，咁所以都求主俾佢有力量咁就
有冇新嚟到嘅朋友咧？嚇，喺呢度有冇？如果有嘅都想你喺座位度起立。呢邊有冇咧？係啦，好，都係，仲有係啦，都已經唔新，但係都係我哋嘅好朋友嚇 Jimmy 嚇，即係見到加拿大嘅總幹事，係啦嚇，陳偉明博士喺當中，係啦。今晚完咗咧，我知道佢哋都有下一個聚會嘅嚇，但係咧佢哋即係中意一樣共通嘅地方，中意影相嚇，咁所以咧一陣間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咧想同佢哋集郵咧，千祈唔好客氣啦嚇。好，咁我哋關心家裏邊嘅事先嚇。週三祈禱會依然係週三晚上8點鐘嚇，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跟住就宣教早禱會嚇，咁就8點半星期六有半個鐘頭為宣教士同埋宣教工場嘅需要禱告。7月19號嚇係一個好重要日子，第一定係 Dream Day Lunch 啦。咁咧就 Catherine 提我嚇，今日就開始報名㗎啦。星期三咧就截止嘅，星期三就截止啦。咁所以弟兄姊妹咧早少少真係知道會參與咧，就當中特別歡迎到新朋友，啱啱嚟到美浸聚會嘅咧，都想佢哋快啲適應美浸。咁我哋度都有呢個筵席嘅嚇，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7月19日亦都係另一個重要日子，咩日子啊？世界盃3點鐘啊！所以咧，阿 Catherine 提我哋咧，我哋呢個 Dream Day Lunch 咧係會準時完嘅，所以大家唔需要趕，我哋唔會太多額外嘅環節，我哋有足夠時間俾大家去一個安全嘅地方去睇總決賽嚇。咁啊，記住先報名參與先嚇，呢個好重要嘅。好，下一個Kids Rock 兒童事工嚇，咁啊感謝主，我哋有營地主任啦，同埋volunteer 嘅協調員啦嚇，咁啊夏令營嘅日子咧就8月17到21日。咁弟兄姊妹為着呢件事，大家繼續禱告啦，同埋有合適嘅小朋友參與咧，都鼓勵佢哋報名嘅。好，我諗家事嚟到呢度啦，感謝主，我哋今日有美好嘅筵席、美好嘅詩歌，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三一頌。讚美真神萬福之間，地上生靈當讚主人，地上萬軍怎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我哋同心領受祝福，滿有恩慈嘅天父上帝，多謝你俾我哋有你嘅説話去遵從，幫助我哋喺生活當中，我哋好好學像主嘅榜樣，我哋把你嘅話語、把你嘅律例誡命典章藏喺心裏邊，反覆思想，亦都喺生活之中去實踐出嚟。願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提醒同埋勸勉，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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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坐，默禱後散會。